哇，这画风转的也太快了吧！这亲完了不应该入洞房吗？尹晴柔，在梦里你也太虐待自己了吧！说，你是何方人士？是谁派你来刺杀灵齐王的？哎，拍戏的时候帮孔双双背词儿，好像没有这段啊。难道导演又加戏了？啊，尹晴柔，你也太敬业了，连做梦都是工作啊！不说。好，来人，给我带上来。是。阿广，晴柔，你醒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呸！你说什么呢？你才死了呢！你又穿上太监服了。别说了，这都是真的，不是拍戏呀。什么真的？不是，这不拍戏是干嘛？哦，对了，是在梦里。阿广，真对不起，你看我做梦都没给你安排个好角色，回去我请你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说，是不是谢言辰派你来的？问別人事情還這麼兇，加個請字會死啊！平時被你們這些大牌欺負就算了，可今天啊，我的夢裡我做主，我就不說哎。說，是不是？嚇唬誰呢？這破道具我見得多了。我告訴你，今兒個姑奶奶我呀，還就不啊！血！晴柔，晴柔，晴柔，晴柔。阿廣，看見你真好。我剛剛做了一個奇怪的夢，我夢見別人拿劍指着我，但是呢，我堅貞不屈。然後你就把自己送到刀下了。哎，你怎麼知道的？不是說做夢不會痛嗎？為什麼我感覺到痛了呢？難不成我們做了一樣的夢？現在你明白了吧？剛才那些不是夢，不是夢，那是真實的。那我去得找制片主任呢，我可是算工傷的。哎呀，你先看看周圍。我的衣服呢？我的衣服呢？阿廣，你早被幾個丫鬟給換了，你才發現啊！哎，笨死你算了。那我們現在是在哪兒啊？晴柔，你聽好了，可千萬要頂住。剛剛那些，不是做夢，更不是在拍戲。我們真實的在王府。王府？不對，你讓我想想啊。照這麼一說的話，確實好像是這樣的。我看剛才的那些人啊，都不是咱們劇組的，而且呢，我也沒有看到導演，我也沒有看到孔雙雙。哎呀，孔什麼雙啊？你還是先想想你自己吧。晴柔，你還沒發現啊？我們現在也許好像保不齊跑不了就是穿越。啊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快回家！你怎麼一點都不着急呢？着急有什麼用啊？保不齊啊，我們就交代到這兒了唄。不行，不行，不可以！開門！你們快開門！快開門！你要再這麼關着我，我就告你綁架！啊！開門！開門吶！王爺，剛才聽他們說的，好像真的跟二王爺無關。但是他們說到了是穿越過來的。穿越？你可知穿越的意思？是不是他們的暗語啊？他們不是要回家嗎？放他們走。
哎呀，都說是古代了，你就別瞎費力氣了。阿廣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。哎呀，我也想回家。哎，不過他們今天在審我的時候，我突然想起咱們之前的那個橋段，就是孔雙雙被土匪劫財劫色，然後跳崖自盡，有人相救的那場。哦，我就把那個橋段啊原封不動地搬了過來。我覺得我講的也算是聲情並茂、聲淚俱下吧，他們應該能相信吧？他們會相信嗎？哎呦，不管了，阿廣，我現在就想回去，不想待在這個地方。哎呀，我覺得當務之急，我們是應該想辦法離開這裡呀。啊！吃飯了，吃飯了。噓。你幹嘛？快走啊！快跑！王爷，现在怎么办？累死我了，脚都快斷了，現在就刀架我脖子上，我也不走一步了。你在我們身上裝了 GPS 嗎？怎麼這麼快就被你抓到了？王爺，要怎麼處置？這位王子，貝勒，少爺，你看我跟你遠日無憂，近日無仇的，你幹嘛非要跟我過不去啊？再說了，我們一看就沒有錢，我也沒有什麼姿色，殺了我，你是不會有任何成就感的。哼，帶回去。是。幹什麼呀？哎呀，走！你想幹嘛？你說句話行不行啊？王爺，你故意放走那個尹晴柔，他也沒有去找二王爺，是不是就證明他和那個阿廣並非是二王爺的人？依我看，不如乾脆殺了他們，寧殺錯不放過。尹浩，你何時變得如此嗜殺成性了？既然不殺，要不然就放了。他們也待了這麼多天了，想必家裡人也會擔心。放？哼！在我沒想清楚怎麼跟他算這筆賬之前，他休想邁出府門半步。